桃园一间幼儿园哦，传出讲有查甫老师、有查某学生和查甫老师性骚扰，已经转去其他幼儿园。议员是要求教育局得爱调查、追踪，嘛爱对这囡仔来进行辅导。这间幼儿园是表示讲，这查甫老师已经立即接受调查，也毋过老师是感觉伊家己真冤枉哦。园方嘛表示讲，查甫老师伫幼儿园，囡仔是要抱还是唔通抱，有真侪真困难的所在，上好是定出标准。桃园一间幼稚园传讲，女学生和老师性骚扰，查某囡仔妈妈家己员讲，囡仔转来找了，看起来心情正歹，抑阁出现退化行为，突然间讲要食奶水啊。一问才知影讲，查甫老师敢若是继续讲衫正水，伸手伫个囡仔的胸腔甲腹肚之间扫，囡仔无爽快。孩子在学校被男老师称赞胸前的亮片很漂亮的名义，来抚摸女幼儿的肚子到胸部停留多秒的时间，孩子感到很不舒服。事实上，这个老师已经是5、6年的老师了，对，所以他自己自愿就是先离职，然后来被调查，他会去性别平等委员会说明。针对这件案件，议员要求教育局积极调查，继续追踪并且辅导查某囡仔的心理健康。幼儿园也讲，这个查甫老师已经辞职接受调查，也毋过感觉真冤枉。讲到查甫老师伫咧幼教现场的困难，亲像囡仔若走来要摸老师，到底当该抱也是袂用抱，若是无抱的讲老师无爱囡仔，抱落去又搁讲性骚扰，希望这场会让优先查甫老师定出一个标准，协助幼儿转介至邻近的幼儿园。那针对幼生的部分，后续也将安排专业的辅导人力来协助心理辅导。教育局讲，经过调监视录影带，广播员确实有播囡仔衫顶头的亮片，针对是毋是有不当的接触，已经开违法事件调查处理信息小组会议，讨论决议受理，也提请认定委员会讨论，若是有违法，将会依照规定处幼儿园加教保员罚款，或者是参考认定。行为零1年到4年，或者是终身拢袂当伫咧幼儿园服务。记者综合报道。